大家好，歡迎嚟到點讀，好開心今日又可以喺呢個空間同大家見面。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呢個頻道，首先同你簡單介紹一下，點讀係一個專門用廣東話同大家推介好書嘅頻道。我哋深信書本係打開世界同埋認識自己嘅一把鎖匙。喺呢度，我哋會一齊探討各種不同領域嘅書籍，包括心理學、哲學、經濟學，甚至係一啲好實用嘅工具書。我哋唔單止會同你講本書講乜，更重要嘅係我哋會一齊思考點樣將書入面嘅智慧應用喺我哋真實嘅生活當中，點樣去讀懂生活，點樣去讀懂自己。喺我哋正式開始今日嘅主題之前，我想請大家合埋雙眼，或者喺心入面回想一下最近嘅生活。大家有冇經歷過一種感覺？你為咗一件事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可能係一個籌備咗好耐嘅工作項目，可能係一段你全心全意投入嘅感情，又或者係一個你對自己嘅承諾，例如減肥、戒煙、學習新技能，但係結果未如理想，個項目失敗咗。段感情無疾而終，或者你又一次打破咗對自己嘅承諾，嗰一刻你覺得成個人好似跌咗落一個好深、好黑嘅洞入面，周圍嘅空氣好似凝固咗咁，你覺得好氣餒、好挫敗，甚至覺得好羞愧，覺得自己唔夠好。為咗掩飾呢種脆弱，我哋往往會戴上面具，我哋會同身邊嘅人講我冇事，我 OK 啊。然後死撐落去，又或者我哋會將啲憤怒發洩喺其他人身上，怪責環境，怪責同事，怪責伴侶。但係每當夜深人靜，得返你一個人之際，嗰種無力感同埋自我懷疑就會好似潮水咁樣湧埋嚟，壓到你唞唔到氣。你想重新企起身，但係雙腳好似綁住咗千斤重嘅鐵石咁。大家有冇試過面對過呢一種困境？有冇試過喺跌倒之後，覺得無論點樣努力，都好難再揾翻當初嗰份勇氣同埋自信？如果你對以上講嘅感覺有共鳴，咁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呢本書，絕對係為你而設。今日我要為大家詳細拆解嘅係一本極具啟發性、關於心靈強大同埋勇氣嘅書，書名叫做《Strong Ground》。講起呢本書就不得不提佢嘅作者 Brené Brown。布瑞尼布朗 Brené Brown 唔係一個普通嘅暢銷書作家，佢係美國侯斯頓大學嘅一位研究教授。佢用咗超過20年嘅時間，專門研究一啲我哋平時好怕面對、好少攞出嚟傾嘅課題：脆弱 （vulnerability）、勇氣 （courage）、羞愧感 （shame） 同埋同理心 （empathy）。如果你有睇過 TED Talk，你可能對佢唔會陌生。佢喺2010年發表咗一個名為《脆弱的力量》（The Power of Vulnerability） 嘅演講。呢個演講至今已經累積咗幾千萬次嘅觀看次數，係 TED 歷史上最受歡迎嘅演講之一。Brené Brown 最與眾不同嘅地方係佢將冰冷嘅科學數據轉化為一個個充滿溫度嘅真實故事。佢話過，故事就係帶有靈魂嘅數據，而《Strong Ground》呢本書正正就係教導我哋，當我哋勇敢踏出第一步，但係無可避免咁失平衡跌倒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喺一片狼藉之中揾到企返起身嘅力量，重新建立屬於自己嘅堅固陣地 （Strong Ground）。好啦，咁究竟《Strong Ground》呢本書嘅核心內容係講啲乜嘢呢？作者喺書入面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大前提，就係只要你夠勇敢，你一定會跌倒。呢個係無可避免嘅物理定律。如果你一世人都冇經歷過失敗或者挫折，咁只係代表你從來都冇真正勇敢過。你一直都只係留喺自己嘅舒適圈入面，做一個旁觀者。但係當你選擇踏入人生嘅競技場，無論係去愛一個人、去創業、去發表一個新嘅創意，你都要預咗會受傷。問題唔係你會唔會跌倒，而係跌倒之後你點樣重新企起身。Brené Brown 喺書入面將跌倒後重新企起身呢個過程拆解成3個非常重要嘅階段，呢3個階段亦都係成本書嘅骨幹。我哋而家就一齊深入去剖析下。第一個階段，作者稱之為 The Reckoning，
我哋可以譯做察覺與面對。呢個階段嘅核心思想係要求我哋誠實咁面對自己嘅情緒。大家諗下，當我哋遇到挫折或者俾人批評嘅時候，我哋大腦嘅第一反應通常係乜嘢？係逃避。我哋可能會去飲酒、瘋狂打機、不停掃手機，或者用工作嚟麻醉自己，又或者我哋會用憤怒嚟掩飾受傷。作者指出，要真正企返起身，第一步就係要允許自己去感受嗰一份痛楚，去承認我而家好嬲，我而家覺得好羞愧，我其實好驚。作者喺書入面強調，我哋唔可以選擇性咁麻木情緒。如果你麻木咗痛苦、恐懼同埋羞愧，你同時都會麻木埋快樂、感恩同埋愛。喺呢個察覺嘅階段，作者鼓勵我哋要對自己嘅情緒保持好奇心。當你感覺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或者有一種想逃跑嘅衝動時，唔好急住去壓抑佢，而係問下自己：我而家究竟經歷緊乜嘢？點解我會有咁大嘅反應？呢一步雖然睇落好簡單，但其實需要極大嘅勇氣，因為你要直視自己最脆弱、最唔完美嘅一面。第二個階段亦都係成本書最精彩、最核心嘅部分，叫做 The Rumble。我哋可以理解為與自己嘅故事搏鬥或者深度反思。當我哋察覺到情緒之後，大腦為咗保護我哋，會用極快嘅速度編造一個故事去解釋發生緊嘅事。Brené Brown 將呢啲大腦自動生成嘅故事稱為 SFD（Shitty First Draft），廣東話可以譯做最差勁嘅初稿。咩叫做最差勁嘅初稿呢？我俾個例子大家。假設你今日朝早返到公司，同老細講咗聲早晨，但係老細黑口黑面，完全冇理你，就行咗入房。喺呢一刻，你嘅情緒可能係不安或者受傷，然後你大腦嘅編劇就會開始寫 SFD，死啦！老細成日覺得我尋日份報告寫得好差，佢一定係打算炒我，我真係一個冇用嘅員工。呢個故事充滿咗陰謀論、自我貶低同埋恐懼。大腦點解要咁做？因為大腦討厭未知，大腦寧願相信一個差勁嘅壞故事，都唔想處於一個唔知發生咩事嘅懸疑狀態。The Rumble 搏鬥階段嘅精髓就係要我哋將呢個最差勁嘅初稿寫落嚟，然後用理智去審視佢。作者教我哋要問自己幾條好尖銳嘅問題。第一，關於呢件事，我有邊啲係已經確定嘅事實？事實可能只係老細今朝冇應我。第二，我有邊啲係我自己編造出嚟嘅假設？假設就係佢覺得我工作能力差，佢想炒我。第三，我需要知道啲乜嘢先可以釐清真相。第四，關於我自己，呢件事反映咗我內心有啲咩恐懼同埋不安。當我哋願意同自己嘅 SFD 搏鬥，我哋就會發現好多時令我哋痛苦嘅唔係事件嘅本身，而係我哋自己作俾自己聽嗰個充滿自我否定嘅故事。其實老細今朝冇應你，可能只係因為佢隻狗尋晚病咗，佢成晚冇瞓，又或者佢啱啱收咗一個好麻煩嘅客嘅投訴，根本同你嘅工作能力一啲關係都冇。搏鬥嘅過程就係將我哋從受害者嘅角色入面拉翻出嚟，重新攞翻對人生故事嘅主導權。第三個階段叫做 The Revolution，即係轉化與重生。當你經過咗第一階段嘅察覺情緒，同埋第二階段嘅同故事搏鬥，揾出咗事情嘅真相，亦都了解咗自己內心嘅恐懼之後，你就迎嚟咗一次蛻變。呢個階段唔係單單關於解決咗一次危機，而係關於你點樣將呢次跌倒嘅經驗轉化為你人生嘅養分。你開始明白到脆弱並唔係軟弱，而係勇氣嘅最高表現。你學識咗，下次再遇到類似情況嘅時候，你唔會再咁輕易被自己嘅情緒同埋妄想騎劫。你建立咗一種新嘅生活態度，一種即使知道會受傷，都依然願意勇敢去愛、勇敢去嘗試嘅態度。呢個就係作者所講嘅革命，一種由內到外嘅徹底改變。講完呢三個核心階段，我想同大家深入分析一下書入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細節，亦都係我覺得好有啟發性嘅一點，就係
羞愧感 （shame） 同埋內疚感 （guilt） 嘅分別。好多人將呢兩樣嘢混為一談，但 Brené Brown 指出兩者有着天淵之別。內疚感嘅潛台詞係我做錯咗一件事 ，I did something bad，而羞愧感嘅潛台詞係我係一個差勁嘅人 ，I am bad。大家聽到個分別未？內疚感係對事唔對人，佢會驅使我哋去道歉、去改過、去彌補。但羞愧感係一種對自我價值嘅全盤否定。佢會令我哋想隱藏自己，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唔值得成功。喺 Strong Ground 嘅實踐入面，認清羞愧感係非常關鍵嘅一步，因為當我哋跌倒嘅時候，羞愧感往往係第一個衝出嚟嘅情緒。佢會喺你耳邊講：睇下你又失敗啦，你根本就唔係呢塊料，你真係丟架。作者教我哋對付羞愧感最好嘅武器就係同理心同埋講出嚟。羞愧感最驚被曝光，佢只可以喺黑暗同埋沉默之中滋生。當你願意將你覺得最丟面、最失敗嘅經歷，同一個值得信任、有同理心嘅朋友分享嘅時候，羞愧感就會瞬間失去佢嘅魔力。為咗令大家更加明白點樣去實踐書入面嘅理論，我同大家分享幾個生活上嘅實用例子。第一個例子，關於職場。假設你係一個中層管理人員，你帶領團隊花咗3個月時間準備一個重要嘅企劃案，結果喺向高層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俾大老闆批評到體無完膚，最終個企劃被否決咗。如果你冇用 strong ground 嘅方法，你嘅反應可能會係返到埋位大發脾氣，怪責下屬做嘢唔認真，然後連續幾晚失眠，覺得自己根本唔適合做管理層，甚至想辭職逃避。但如果我哋套用書中嘅方法，第一步，察覺，你承認自己而家覺得好羞愧、好嬲、好有挫敗感，你想喊，你想走。你允許呢啲情緒存在，唔去壓抑佢。第二步，搏鬥，你寫低你嘅最差勁初稿 SFD。你嘅 SFD 可能係大老闆覺得我係廢嘅，我喺呢間公司冇前途啦，我啲下屬一定覺得我好無能。然後你挑戰呢個故事，事實係乜？事實係呢一個企劃案被否決咗，大老闆指出咗當中嘅邏輯漏洞。假設係乜？假設係我成個人嘅能力被否定，你開始將事同人分開。第三步，重生，你明白到呢次失敗係一個學習過程，你主動召集團隊，坦白承認自己喺帶領方向上嘅失誤，感謝大家嘅努力，然後一齊檢討企劃案嘅不足之處，重新出發。你向團隊展示咗咩叫做面對失敗嘅勇氣，反而贏得咗下屬更深嘅尊重。第二個例子，關於親密關係。假設你同伴侶因為邊個洗碗呢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大吵大鬧，SFD 可能係佢連洗碗都唔肯幫手，佢根本就唔在乎我，唔體諒我，返工有幾辛苦，呢段感情冇得救啦。經過搏鬥之後，你可能會發現，其實你嬲嘅唔係洗碗呢件事，而係你最近覺得喺段關係入面缺乏咗關注，你感覺不被重視。當你睇清呢一點，你就可以喺重生階段同伴侶進行一次深層次嘅對話，唔再喺洗碗呢個表面問題上糾纏，而係坦白講出你內心對愛同埋陪伴嘅需求。就係咁，一次原本會破壞關係嘅爭吵，就轉化為一次加深彼此了解嘅契機。第三個例子，關於個人成長同埋教養小朋友。作為父母，好多時我哋都會有控制唔到情緒，對住小朋友大發脾氣嘅時候，發完脾氣之後，隨之而嚟嘅往往係極大嘅內疚同羞愧。SFD 可能係我真係一個好差嘅媽媽、爸爸，我對小朋友造成咗永久嘅心理創傷，我根本唔識教仔。如果停留喺呢度，羞愧感會令你變得更加防備，甚至將錯就錯。但如果經過搏鬥，你認知到自己只係太攰，壓力太大，你唔係一個壞人，你只係做咗一個唔好嘅行為。重生嘅做法就係你行埋小朋友身邊，踎低身望住佢嘅眼睛，真誠咁道歉，對唔住，頭先爸爸媽媽講嘢太大聲，我太心急啦，呢個唔係你嘅錯。
爸爸媽媽都需要學習點樣控制情緒，我哋一齊努力好冇？呢種展示脆弱嘅行為，不但唔會損害父母嘅威信，反而為小朋友示範咗犯錯之後應該點樣承擔責任同埋修補關係，係最寶貴嘅身教。睇完呢本書，我自己都有好深嘅感受，想同大家分享。喺未讀 Strong Ground 之前，我一直以為堅強就係跌倒之後要第一時間企起身，裝作若無其事，然後繼續向前衝。我覺得流露悲傷、承認自己受傷係一種懦弱嘅表現，所以我花咗好大嘅力氣去為自己打造一副盔甲，試圖將所有負面情緒都隔絕喺外面。但係呢本書好似一面鏡啊，照穿咗我嘅偽裝。我開始明白嗰種所謂嘅堅強，其實只係一種防衛機制。因為我太害怕面對內心嘅羞愧感，太害怕被人覺得我唔夠好。Brené Brown 嘅文字有一種好神奇嘅治癒力量。佢話俾我聽，原來跌倒之後，選擇伏喺地下喊一陣，選擇去直視嗰啲血肉模糊嘅傷口，然後喺痛苦之中尋找真相，呢種不完美嘅過程，先至係真正嘅勇敢。書入面有一句說話我特別深刻，大意係話我哋唔能夠改變已經發生嘅事，但係我哋有權力去改寫故事嘅結局。呢句話俾咗我好大嘅力量。過去每當我遇到挫折，我好容易就會陷入自我懷疑嘅漩渦，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但而家當我再次感覺到嗰種熟悉嘅挫敗感湧上心頭嘅時候，我會嘗試深呼吸，喺心入面同自己講：停一停，呢個只係你大腦寫緊嘅最差勁初稿，佢唔係事實嘅全部。呢個簡單嘅專念，幫我從無數次嘅情緒崩潰邊緣拉咗返嚟。我學識咗對自己溫柔啲，學識咗將失敗睇成係人生競技場上必經嘅修行，而唔係對我個人價值嘅判決。好啦，去到節目嘅尾聲，我哋一齊嚟總結一下今日分享嘅重點。Strong Ground 呢本書透過 Brené Brown 深入淺出嘅研究同埋真實嘅故事，教導我哋點樣喺跌倒之後重新揾翻力量。核心嘅步驟有3個：第一，The Reckoning， 察覺與面對，勇敢走入自己嘅情緒，唔逃避，唔麻木。第二，The Rumble， 與故事搏鬥，寫低你大腦編造嘅最差勁初稿。SFD， 挑戰當中嘅假設，將事實同埋恐懼區分開嚟。第三，The Revolution， 轉化與重生，將搏鬥後得到嘅智慧內化成你嘅人生態度，帶住呢份真實同埋脆弱，繼續勇敢咁生活。書入面帶出嘅核心價值觀好清晰，脆弱唔係軟弱，而係勇氣嘅試金石。要活出真實嘅自己，我哋必須要放低對完美嘅執着，學識擁抱自己嘅不完美。我哋要明白，羞愧感係會扼殺靈魂嘅毒藥，而同理心同埋真誠嘅連結就係最好嘅解藥。非常之感謝大家今日抽時間出嚟，耐心咁聆聽我嘅分享。生活從來都唔容易，每個人喺人生嘅競技場入面都會有跌到損手爛腳嘅時候。我希望今日分享嘅 Strong Ground 入面嘅概念，可以好似一盞小明燈咁，喺你覺得最黑暗、最無力嘅時候，俾到你一絲絲嘅溫暖，同埋重新企起身嘅力量。記住，跌倒並唔可怕，可怕嘅係你為咗唔再跌倒而永遠坐喺觀眾席上面，放棄咗參與自己嘅人生。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或者俾到你一啲啟發，我真係好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留個言，同我分享下你嘅感受，並且將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可能正處於低谷，需要一點鼓勵嘅朋友。你嘅每一個互動，對我同埋對點讀呢個頻道嚟講，都係最大嘅支持同埋動力。亦都期望大家可以繼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留意住我哋其他嘅推介片段。我哋會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好書。最後，喺結束今日嘅節目之前，我想留低一個問題俾大家去反思下。大家可以喺心入面默默咁回答，或者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嘅答案。喺你而家嘅生活入面，無論係工作、感情定係人際關係上，有邊一個令你覺得好痛苦、好有壓力嘅事情？其實只係你自己大腦編造出嚟嘅糟糕初稿。SFD
你又準備好鼓起勇氣去重新審視同埋改寫呢個故事嘅結局未呢？多謝大家，我哋下集點讀再見，拜拜。